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2月1号的在家会主，我们要读《传道书》的第5章1到7节。主题是别对上帝不礼貌。我们先来看《传道书》的第5章7节的经文说：不管你做了多少梦，做了多少空虚的事，说了多少话，你仍然必须敬畏上帝。经文里面的摘要1到7节，主要是提醒我们如何得着喜乐满足的人生。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只对上帝，就是你要敬畏上帝，特别是来到圣殿的时候，你要谨慎你的脚步。那听命胜于献祭，在上帝面前，你祷告要真诚，特别是你如果向上帝许了愿，你一定要还愿。那在上帝的面前不可以有不切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好，那我们来看，就是在这经文里面，我们如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要是提醒说，上帝是查看我们内心的，因为他无所不知，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说话的动机他都知道，所以一切假冒为善的他都知道。那作者就提醒我们，我们到圣殿来的时候，谨慎脚步，其实是一种比喻，比喻说我们生活要行为检点。那平常如果我们随便惯了，那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谨慎自己，那便是假冒为善。所以在圣殿的时候当我们敬拜上帝，我们要存敬畏他的心；当我们个人祷告的时候，也要存敬畏他的心。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语所以敬畏上帝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态度，做人的原则，特别是我们行事的动机。所以如果我们在凡事都敬畏上帝，我们就不会不知不觉或是故意只有外表的虔诚，就不会没有经过思考就在上帝的面前胡言乱语，也不会随便向上帝来许愿。你知道许愿是一个自由感恩的行动，也是一个很强烈的祈求。那如果上帝若应许我们的许愿，那就不要拖延你的还愿，以致许愿者如果不还愿好像欺骗上帝这样，那成为上帝不喜悦的人。所以若不能还愿，那宁可不许这个愿。我们看到无论是集体或是个人的崇拜，你的祈祷或是许愿都不应该只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没有实际的这样行动，这是虚假的。那所以我们对上帝我们必须存敬畏的心。所以记得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提醒我们要敬畏上帝。所以我们来默想，你曾经向上帝许愿过吗？当上帝垂听你的祷告，应许你的祈求的时候，你有没有用实际的行动、感恩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呢？愿主赐福你，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同心来祷告。主是的，你是应许施慈爱的上帝。当我们能够经历你丰富恩典，我们也可以有实际的回应的行动，献上我们自己成为活祭来回应你的恩典。愿你来赐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还愿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还有能力。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